你吃大份的。不对啊？拿我当猪啊？让我吃那么多啊？这里有惊喜。惊喜啊？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这怎么有了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咋不辣呢？你是不是就放半包料啊？我这是按我的口味调的。有人。你看，我就是你坑我吧？哎，你。行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又一个，果然这个碗里也有蛋。看来今天这波操作赚大发了。像这样一份啊，1周5天都不带重样的。呀，吃饱了吧？好。吃饱了，我可要吃惊喜了。哟。